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新州實用法律生活寶庫。我係 Cherry， 我係 Francis 啊，喺呢一集咧，我哋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有關委託持久監護人 Enduring Guardianship， 簡稱 EG， 同埋咧係委託授權人 Power of Attorney， 簡稱 POA。嗱，或者咧而家咧請你咧為我哋講解一下喺咩時候我哋需要呢兩份文件。委託持久監護人同授權人咧，咁其實就好似買保險一樣嘅啫，唔係話你而家年紀大啦，又或者覺得咧身體開始唔好啦，咁你先至去做噶。因為將來係點冇人知噶嘛。咁為咗你自己，為咗家人咧，其實咧做呢兩份文件咧，就只不過係未雨綢繆。如果大家仍然記得嘅早幾年新冠肺炎疫情嘅時候咧，唔少澳洲人咧係滯留咧喺海外噶。咁當時如果佢哋喺離開澳洲之前做到呢兩份文件咧，咁咧佢哋喺澳洲嘅事情咧已經咧係可以有人為佢辦理噶啦。係喎，都真係好重要喎。咁究竟 POA 同 EG 有咩分別咧？咁我哋係咪辦理一個文件就夠嘅咧？授權人同持久監護人咧個作用係有分別嘅。如果你委託授權人咧，佢哋係幫你處理喺法律上同財務上嘅事情，而持久監護人咧就會幫你決定你嘅其他方面，主要係生活嗰啲嘅事情啦。譬如話你住喺邊度，有啲乜嘢健康護理你會接受，或者其他個人嘅服務，咁亦都係包括咧係有你嗰啲醫療或者牙齒嘅護理，你將會係採用邊啲咧？咁持久監護人咧就喺呢啲生活各方面咧去為你咧去做決定㗎。哦，原來係咁嘅。咁我又想問下啦，呢個 EG 同埋 POA 究竟有冇地方限制嘅咧？例如我哋係咪可以帶翻香港嗰度嚟用嘅咧？持久監護權同埋授權書呢兩份文件咧，就只可以喺新南威爾斯州嗰度使用嘅。所以如果你喺海外有事情需要人幫你處理咧，你就需要去睇翻海外嘅法律咧，睇下咧係要係用咩文件咧，先至可以揾人咧幫你處理呢啲事情嘅。哦，我明白啦。原來呢兩份文件只係限於用喺紐省。咁我又想問下啦，係咪攞住呢兩份文件就可以通行全個紐省？例如攞住授權書，授權人係咪就可以代表委託者處理任何有關法律同埋財務上嘅問題呢？持久監護權呢份文件咧喺新南威爾斯州咧係通用嘅。至於授權書咧，咁起碼有兩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嘅。咁首先，如果你想授權人咧可以幫你處理你嘅物業買賣轉讓咧，咁呢份授權書咧係必須要咧係喺地政署咧嗰度註冊㗎。另一方面咧，你就要問下你嘅銀行啦，因為有啲銀行咧佢係有自己授權書嘅樣式㗎，係需要你簽署。咁就算係地政署一般所接納嘅授權書咧，佢哋咧都係唔接受嘅，所以咧你要問清楚你嘅銀行啦。明白。咁我又想問下咧，我哋應該委託咩人嚟到去幫我哋辦呢啲事情呢？同埋被委託嘅人係咪需要同意被委託？同埋咧就係被委託嘅人究竟有冇啲咩法律責任嘅咧？無論係持久監護人或者係受託人，你梗係揾一個咧你信任得過嘅人咧去做啦。咁因為佢哋咧亦都需要清楚自己嘅法律責任，無論係刑事或者係民事上，佢哋需要咧將你嘅利益咧放喺自己利益之上嘅。不過喺呢兩份文件裏面咧，當你哋去委託佢哋嘅時候咧，你仍然可以喺佢哋行使權力上咧作出條件同限制嘅。所以咧，當你去委託持久監護人或者授權人嘅時候咧，最好大家咧就坐埋一齊咧，清清楚楚，你去話俾佢哋聽咧，喺法律同財務上，你想佢哋有咩條件或者限制，又或者喺生活上接受醫療牙齒嘅護理各方面，你想佢哋點？有冇條件？有冇限制？清清楚楚咧，咁寫低喺嗰兩份文件上高。咁如果冇嘅時候咧，將來佢幫你做決定嘅時候咧，佢就係以你嘅利益咧為大前提去幫你作出決定嘅。係，咁請問我哋係咪可以設定呢一個嘅委託係喺乜嘢時候先至生效？同埋我哋可唔可以指定受委託嘅人只能夠幫我哋去做一啲咩嘅事情嘅咧？持久監護權係幾時生效咧？就唔係簽署嘅時候㗎，係只有當你咧唔能夠再做決定嘅時候咧，咁持久監護人咧先至開始咧同你做決定嘅。授權書咧有兩類嘅，一般授權書同持久授權書。一般授權書簽署之後咧，授權人咧就已經可以替呢個
委託人咧去作出決定㗎啦。但係如果委託人佢係唔能夠作出決定，譬如話神志不清啊、昏迷啊、腦退化啊咁樣咧，一般授權書咧就會終止，再唔能夠行使㗎啦。至於持久授權書，就算委託人佢係唔能夠再做出決定，譬如話神志不清啊、腦退化、昏迷啊咁樣，持久授權人咧仍然可以替佢行使權力㗎。哦，原來係有 POA 同 EPOA 嘅分別嘅。咁究竟呢兩個文件係點樣運作嘅呢？咁我哋使唔使兩個都辦理呢？定抑或淨係辦理一個就夠㗎啦？究竟係一般授權書定持久授權書呢？一般家庭咧都係父母去委託已經18歲嘅子女，我哋就建議咧用持久授權書，因為持久授權書裡面咧係有3項選擇，等你決定咧幾時咧仔女可以同你作決定。第一咧就係一簽署嘅時候就已經得㗎啦。第二咧就係有醫生紙證明咧父母已經唔能夠係作出決定。而第三就係當子女睇到父母咧係唔能夠作出決定。嗱，每一個選擇咧都有佢嘅好處同唔好處嘅。哦，原來我哋係可以有唔同嘅設定嘅。咁究竟有啲咩嘢好處同埋唔好處呢？同埋當我哋去考慮點樣去設定嘅時候，我哋又需要注意啲咩事項呢？如果持久授權書一經簽署咧就可以生效咧，咁委託人咧就要注意啦，因為咧持久授權人所為你作出嘅決定咧，你係會受約束嘅。咁所以除非譬如話去幫你買間屋咁要簽合約啦，除非喺佢簽約之前你知道呢件事，你去阻止話我終止佢權力啦，我唔簽啦，否則之話咧佢簽咗約咧，你係受約束嘅。咁至於醫生紙嗰方面啦，咁譬如話你撞車昏迷。咁嗰個持久授權人咧，佢係可以係為你作出決定㗎。佢可以咧同第三者咧出示醫生紙證明咧你已經做唔到決定，佢係可以幫你處理事情。咁但係如果跟住咧你清醒翻咧，咁你清醒翻嘅時候咧，咁佢再同你做咩決定咧？咁第三者唔知你已經清醒翻㗎嘛？咁授權人咧佢可以咧仍然出示醫生紙話佢可以幫你去處理事情㗎。咁所以除非你知道可以喺事先阻止咧，否則之話咧。呢個持久授權人去為你作出嘅決定咧，你都係受約束嘅。咁至於第三方面咧，係要譬如話仔女或者呢個持久授權人咧，佢係認為你係已經唔能夠作出決定，呢個亦都係可以爭議性噶嘛。佢話即係你可以否認㗎，係咪？明白啦，即係話我哋需要按照翻我哋實質嘅情況嚟到去設定我哋嘅授權書啦。咁另外咧，我都想問下啦，被委託嘅人係咪有權可以用委託者嘅錢嚟到代表委託者去贈送一啲嘅禮物呢？咁我哋又需要注意啲咩事項呢？授權人係可以為呢個委託人咧去送禮物，或者係俾第三者利益。咁指定嘅咧就係親戚啦，或者係關係密切嘅朋友，過時過節嘅禮物，或者咧係俾慈善團體嘅捐獻啊咁樣。至於俾第三者嘅利益咧，就包括係房屋津貼啦、食物、教育、交通同醫療嘅。但係嗰個價值咧必須要係合理，而且係相應於咧係委託人佢嘅財產係有幾多。咁另一方面，被委託者係咪可以合法地收受利益嚟到去幫委託人去處理事情？授權人咧亦都可以從委託人嘅財產當中咧係得利益嘅，不過咧係指定為咧。譬如房屋津貼、教育、食物、交通、醫療呢幾方面嘅，而且個價值咧必須係合理啦，係相應於委託人佢嘅財產有幾多。咁如果我想做一份授權書，係咪我揾個律師，然後去簽呢份授權書就得㗎啦？定係話受委託嘅人都需要簽名？一般授權書咧就淨係委託人簽署就得㗎啦。咁當然啦，授權人梗係要同意啦。如果唔係簽咗都冇用啦，佢都唔會做嘅。咁另一方面咧，持久監護權同持久授權書兩份文件咧，無論係委託人同受託人咧，都需要喺律師面前簽署㗎。因為律師咧係需要向佢哋解釋清楚，尤其是咧係受託人啦佢哋嘅法律責任。咁不過咧，委託人同授權人咧就唔需要同時咧係喺律師面前簽嘅，可以有先後去分開嚟簽。咁至於個日子咧，就係以委託人簽署嘅日子咧就作準。咁仲有就係我要簽一份授權書，係咪只能夠去授權一個人，定抑或可以授權幾多個人？持久監護人或者授權人，咁究竟委託人可以授權幾多個人呢？咁其實唔止一個㗎，可以係幾個。
咁不過咧有3種情況，第一就係佢哋要一齊咧係為你作出決定。如果係有一個咧就唔再做咧，咁其餘2個咧都唔做噶啦。第二個情況咧就係都係一齊去做決定，但係如果有一個咧係唔再做咧，其餘剩翻嘅仍然可以同你做決定。第三咧就係佢哋可以一齊做決定，或者個別做決定。而委託人咧亦都可以係委託替代嘅持久監護人或者替代嘅授權人。咁如果咧正常所委託嘅佢哋唔再做嘅時候咧，呢個替代嘅咧就可以係替上噶啦。係啦，嗱，又對於一啲年紀太大嘅人士啦，佢哋咧嘅思想咧都已經開始出現混亂，咁佢哋係咪仲可以去辦理呢2個文件？另外咧，譬如喺兄弟姊妹之間，有時可能會有一啲嘅糾紛，咁可能佢哋就會話啦，當時爸爸媽媽肯定係因為頭腦混亂，所以咧先至會去授權你嘅啫。嗱，對於呢啲咁樣嘅糾紛，我哋又有啲乜嘢對策咧？持久監護權授權書呢2份文件，如果委託人佢嘅年紀咧都好大，或者咧有啲健康問題嘅時候咧，咁最穩陣咧就係有醫生在場證明啦，喺律師面前簽署嘅時候。咁如果唔能夠嘅時候，我哋通常咧都會建議客人咧呢個委託人咧，佢喺嚟簽署之前咧攞醫生紙證明咧佢係有咁嘅能力咧去簽署呢2份文件㗎。咁但係當然啦，喺客人嘅健康問題嗰方面咧，專業人士咧係醫生而唔係律師。雖然佢哋委託人簽署文件嘅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啲問題咧去考驗佢哋嘅一個健康狀況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始終我哋律師咧唔係呢個醫生，冇呢個專業資格，所以將來如果呢2份文件咧係被挑戰嘅時候咧，我哋所講嘅咧就唔係法院咧睇為咧一個專家意見㗎。咁呢個大家咧係要明白。而對於一啲唔識英文嘅人士，咁佢哋又係咪可以去辦理呢2個文件嘅咧？咁佢哋又可以點樣做咧？持久監護權同授權書咧都係英文。澳洲雖然係多元文化，咁不過咧官方語文咧就淨係英文。如果委託人係睇唔明白咧，咁一係咧就係將呢2份文件咧透過合格嘅翻譯員翻譯到佢哋嘅語文，又或者喺簽署嘅時候咧就係有合格嘅傳譯員咧去將呢份文件咧去傳譯佢哋嘅語言。咁移民咧去到人哋嘅國家咧，咁好多時咧都係有一啲額外嘅費用咧係好難避免㗎。希望咧大家明白。跟住咧，我又想問下啦，嗱，我哋係香港移民啦，咁喺香港嘅時候咧，我身份證上面就係 Lau Tok Wai，咁可能咧又有其他嘅文件咧就會寫 Tok Wai Lau，咁嚟到呢度咧又加埋呢個嘅 Cherry 咯喎，有時咧由 Cherry Tok Wai Lau，有時咧由 Tok Wai Cherry Lau，仲有時咧會 Tok Wai 之間咧又加個 dash 落去喎，咁咧就搞到咧好混亂噶啦。咁我對於唔同嘅名，我哋又有啲咩嘅處理方案咧？有冇咩影響嘅咧？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嘅住址啦，咁我咧都搬咗好多次啦。咁咧，譬如我做呢份文件嘅時候係住喺某一個地址，但係後來又搬咗咯喎，咁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嘅咧？如果委託人咧你有多過一個名字咧，咁只需要喺呢2份文件上高咧加上 also known as， 即係亦可稱為，咁就已經得㗎啦。地址方面咧就係你簽署嗰陣時嗰個地址咧就已經係足夠可以㗎啦。哦，原來係咁簡單嘅啫。咁解決咗名嘅唔同同埋搬屋呢個問題啦。咁我又想問下啦，呢2份文件一做咗之後，係咪就係一路可以用落去，定抑或有冇一個終止嘅時候嘅咧？持久監護權點樣終止咧？咁一係咧就係嗰個委託人自己話俾第三者聽咯，一係咧就係嗰個持久監護人自己辭職咯。但係如果佢呢個持久監護人想辭職，但係嗰個委託人已經死亡咧，咁呢個持久監護人咧就需要去裁判處嗰度咧申請咧係辭職㗎。至於授權書咧，咁點樣可以終止咧？咁如果委託人已經死亡咧，咁呢個授權書咧就終止效力㗎啦。咁如果委託人仲在生咧，咁呢個授權人咧可以自己辭職。咁如果係喺地政處註冊咗呢個授權書咧，咁佢就要去地政處嗰度咧係註銷㗎啦。咁對於一啲人，如果佢哋冇辦理過呢啲文件，咁到發生事嘅時候，佢哋又可以點做咧？持久監護權授權書，如果冇呢2份文件，到出事嘅時候點算咧？咁譬如話有交通事故，委託人又昏迷，咁醫院又要問，咁點樣啊？做唔做手術啊？諸如此類，咁邊個去決定咧？
嗱，老實講咧，呢個係睇翻醫院嘅決定啦，佢嘅政策係點啦。咁好多時咧，如果配偶在場嘅就問配偶啦，又或者配偶唔在場嘅就問子女啊咁樣。但係有陣時咧，配偶在場或者已經係好慌亂，唔知點做。而子女咧，如果有幾個咧，呢個係咁講，嗰個係咁講，都唔知聽邊個講。總之咧，就當然冇呢兩份文件咧，就有事嘅時候真係好麻煩㗎。所以一句講晒啦，未雨綢繆，做咗先咧就冇壞嘅。好多謝各位收睇由 Chiwa Francis Lau Solicitor and Barrister 為你送上嘅視頻。喺呢一度，本法律事務所作出以下嘅聲明：本視頻所提供嘅資料只係一般性嘅資料，僅供參考而已。本視頻嘅觀眾千祈唔好只係單憑視頻裏邊所提供嘅資料而作出任何嘅決定。你係需要因應你個人嘅需要同埋情況嚟到去尋求法律嘅意見嘅，而本法律事務所咧，對於本視頻嘅觀眾及其所要承擔嘅責任或者係損失係概不負責㗎。